马腿儿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们去马堂家干嘛？我们去找马堂要钱。你跟马堂有什么钱？马堂又不欠你钱。我来有给我儿子算学费的200块钱。什么？200块钱没利息？那200块钱我替你弟弟还债了。我寻思什么时候借你200块钱？他不就从你手里拿了几十块钱吗？你弟弟借乡亲们的钱，不是给小孩看病了吗？你忘了？哎，红姐，我寻思在村里借了不到100块钱，哪来的200块钱？再说了，这200块钱也不用你去还啊。那省自己钱能够拿出了？那不是还有利息吗？利息？什么利息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跟我胡搅蛮缠，别来我亲戚家，我搭理你们。你还我钱！我不欠你钱，你还我钱！我不欠你钱。别走了，你好你。